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来，今日咱来研究100-200年前，咱幼囡仔伫咧读《增广硕士宪文》。内底咱已经唔知影讲原作者是谁，不过吼，你补一句啊，我扣一句啊，愈扣愈丰富。啊，这拢咧坑人做好哦，尤其这种台语的汉文。见面头一句，咱来讲再三思甚意。第一，莫欺心，就是讲咱人啊，有当时啊，毋是讲你做歹，你去犯法，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敢若心肝咧震动啦，你想要讲偏讲占一下，有当时啊吼，迄已经影响到你未来你所要行的路。因为你若拢不是想好意的，虽然啊福气还未到，灾厄会闪开。啊，你拢不是咧想歹啦，有时啊吼，灾厄还未到，好运伊也袂来活啦。咱平平看着路人，人咧捡纸，有诶较会晓想诶想讲，哇，这病啊嘛真艰苦，摕一个100块互伊食豆咧，这原来有。有诶较袂晓想诶，就甲藐视啊，讲吼这囝儿不好啦啥，咱唔通想安尼，这就是正式是宪文咧讲再三思甚意。你要真心中，你迄个意念的变化，第一莫欺心，别人骗得过啦，你的心肝家己骗袂过。唔则另外一句，讲人间事语，天文若雷，对。干那咱两个谈遮咧话啦，饲母饲厝啦，当作无人听啦，无人看，关伫房间内，谁会知？独干那一个人会知。天文若雷，天公伯啊，听到恁两个，但咩激头壳，最恶最毒。但遐想要讲用无做假，设计人的时阵，你所讲每一句的言语，袂说敢若单雷讲遐尼大声就对啊。毋则硕士宪文有一句话咧讲积生生命，积恶灭身。你若好代志定来做，总是天地会甲你安排，有路通互你行。毋过你若歹代志继续做啊，早晚你会惊到家己无路。毋过吼，总是毋是为着因果报应才咧考虑这哦。硕士宪文内底原来另外一句真下现代意义，讲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意思讲吼，你做好，你毋通逐工踮啊鸟看，想讲我今日也做好，明仔载也做好，我逐工都咧摕100块，互咱捡纸的这爸阿姆嘛，那拢无一个好报，毋是想安尼。你尽量去做好事，尽量去对人好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毋通想讲我当时会当得到好的报应，毋免去想迄啦。总是一切，你若照起工甲人行，讲一个较白啦，就敢若半暝，咱无去侵人占人，咱困会去。所有做的好事，安尼就价值啦。你甲讲看有影。